给了龙王，谁知第二天便怀上了龙胎。本以为能子凭母贵，从此受万人敬仰，可万万没想到这都是龙王的圈套。相传龙王无情，会吃了自己私生子以求道行提升。可就在我妈生产当天，为了让我能够平安长大，我妈拼命逃出黄河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我托付给了岸边一个陌生的女人。龙吃私子，9年必死，请你务必护我儿子。说完，母亲就没有了力气，消失在了滚滚黄河之中。女人将我抱回去的当天就成了我师父，并将我是龙子的事情宣告天下。相传得龙子者，事业飞黄腾达，可一飞冲天。可我师父却有个要求，必须是凤年凤月凤日出生的女人才可得到我，而且是越多越好，以一龙对多凤，这才可能护住我的性命。第二天我们村子就车水马龙，家门口更是来了几百个人。我师父当天就给我选了18个拥有凤命的女孩，她们都只有3岁，还十分懵懂。之后师父把我手指割破，让她们每个人都喝了我的一滴龙血，然后晚上我和18个女孩就按照流程拜堂成了亲，还让她们全部都围着我睡觉。那一晚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下了100年一遇的暴雨，那黄河翻滚犹如活过来一般，伴随愤怒冷漠的龙鸣声。但是有18个拥有凤命的女孩护我，我一觉就睡到了天亮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师父就把这18个女孩给打发走了，并告诉她们从今天开始，她们必定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，不过好运只能维持18年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18个和我结婚的人，他们当中最快的一个，当天回去的路上只是在路边随意撒了泡尿，居然就在泥巴里冲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金砖，直接发了大财。最迟的那个也在3个月后随意机选买彩票，就中了10亿大奖。而我师父告诉我，有18个凤女护我，可让我平安活到18岁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必须要学会她全部的本事。另外，每一年我必须在一个女孩家住，住完1年换下一家，一凤只能护我1年，所以我只能每年不断的换位置，然后等我18岁后，就可以在18个女孩里真正的找一个做老婆。另外，我师父告诫我，在此之前我必须装瞎子，因为我绝对不可能见到龙，就算见到龙王也不能认。装瞎可以蒙混过关。起先我年纪小还不记事，2、3岁的时候，只记得师父带着我在一个陌生女孩家里装瞎住了1年，然后过年那天就换另外一家，这样周而复始。我还真避开了龙王的追杀，直到我能记事开始，才知道我和我师父原来是多么受人嫌弃。因为这18个女孩先后都一夜暴富后，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人，所以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低他们一等的穷人。虽然我从小到大受了很多白眼和嫌弃，可还好我并没有辜负师父的期望。我这些年几乎学到了师父的全部的风水术，但是我师父严禁我给别人看相算命，因为这样会暴露我不是瞎子的事情，会把要吃我的龙王给招来。我明明有本事，却不能表露出来一点，那种憋屈感已经伴随我整整10多年。直到我即将18岁的时候，我住进了最后一个女孩的家里，她叫柳如烟，家里是做房地产的，而且她本人也已经成了大明星。她还堂而皇之的有了一个富2代的男朋友，每天还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，因为她知道我是瞎子，以为我看不到。甚至有一晚，他们为了寻找刺激，在我面前故意亲热，我当时极其难受。这是当着我的面给我戴绿帽子，可我又不能显露我能看见，我只能继续装瞎子。于是那晚我就这么眼睁睁的度过了我这辈子最煎熬的13秒。眼看即将要到1年了，也就是说这是18凤女护我的最后1年，我要想继续活下去，今晚就必须找人结婚。于是我师父在过年当天就急匆匆的把我带回了家，然后给我布置了拜堂用的蜡烛和洞房，还给我换成新郎服。可我忐忑不安，甚至很绝望，因为我这18年来我已经看够了他们的嫌弃嘴脸了。他们经常骂我是残废是瞎子，所以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中间有人会愿意和我结婚。一旦没人愿意，那我今晚都必死无疑了。这时师父走到我身边，严肃的告诫我，听着，我现在就去把他们18个都叫过来，你就从他们中间选一个你喜欢的。我很是担忧的嘀咕着，可是师父，我选了，他们会愿意吗？师父听后冷笑一声，谁不愿意谁会终身后悔。另外，如果他们真不愿意，那你就亲自取回留在他们体内的龙血，因为他们不配拥有龙血。怎么取？我不明所以。不过我早就知道，我留在他们体内的龙血时间太长，龙血会废了他们的身子，毕竟龙血很烈，并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。但是怎么取？师父目光闪动的看着我，一定要活取，你只要记住就行了。我下意识点头。我师父然后郑重其事嘱咐道，看情况今晚很大程度上要靠你自己的运气了。这时候师父犹豫了一下，最终拿了一个锦囊出来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如果他们真的一个都不愿意，那你就把这个锦囊打开，也许能够保你一命。不过你别嫌弃师父，嫌弃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正要张口问的什么的时候，师父就已经走了出去。我当即担忧喊道，师父，外面打雷了，雷克阴气，你小心点。我师父回头愣愣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即才快速离开。而我攥着锦囊，一个人在家焦急地等到了晚上，这才陆陆续续地看到18辆豪车往这边开过来。车门打开，下来18个美女，个个都是漂亮的大长腿。她们当中到底谁是我的老婆？我看着她们心中万分紧张，可我知道还不能暴露自己不是瞎子的事实，所以当她们全部来了之后，我就当作没看到一样。而这18个美女相见，她们有些之前已经认识了，可有些不认识。于是18个分成了3个团，这才刚见面就形成了他们的鄙视链。关键是她们每个人都提了包，里面似乎还用塑料袋装了什么，隐约还能看到一抹血红。经过我的不断筛选，最终把目光看向了其中2个女孩，一个叫王程程，居然还有点腼腆。我记得小时候她故意把装瞎的我带到了马路中间，想让路过的车撞死我。估计是因为长大了，所以性格和小时候变了很多。关键是她脸上有气运，应该学了一点道术。另外一个叫钟婷，她那时候虽说也嫌弃我，可并没有对我做过什么太过分的事，而且她的面相上就是旺夫的类型，所以我想从她们2个中间选择一个做老婆。不过就在我一厢情愿选择的时候，这18个美女不是在嫌弃咒骂我，就是虚情假意的相互推诿。这情景让我心中跌入谷底一样的难受。果然
他们都不愿意和我结婚。然而就在我心如死灰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：难道你们忘记了，我们是因为和龙18结婚，才有了今天的富裕生活，是他改变了我们的命运，没有他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受苦呢。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刚才默默看中的王程程。其他人都愣了，一时间所有人都哑口无言。不过很快他们开始不要脸的狡辩起来：是又怎么样？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还要说到什么时候？我们每个家里不是都保护过他1年了吗？没有我们，他早就死了，这不就两清了？一旁的柳如烟也冷笑道：对，早就两清了，钱在命面前算什么？照我说，他现在该欠我们的了。王程程闻言重重叹息一声：既然你们都不愿意，那还是让我嫁给他吧。我王程程欠他的，今天还给他。王程程沉默3秒后，缓缓地朝屋子这边走过来。其他女的都惊了：你疯了？他就是一个瞎子，你要嫁给他？不过其他女人很快就冷静下来，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我简直都要感动哭了。这是从地狱一下子来到了天堂啊！王程程居然主动的要嫁给我，我今天不用死了。王程程走到门口，声音十分清甜的喊了一声：18哥，你在吗？于是我装着瞎子的样子，双手摸索的开门走了出去。为了显示我的瞎，我特意没注意的在门口绊倒了，然后摔了一个狗吃屎。这一幕立马引起柳如烟他们的嘲笑，眼睛瞎了就去死啊，非要祸害我们，简直就是废物一个。18哥哥，王程程急忙跑过来把我扶了起来，这甜甜的声音，温柔的动作，让我顿时心中温暖。可是就在我认定她作为老婆的时候，我看到王程程原本甜甜的脸蛋突然露出一丝嫌弃的狡黠。18哥哥，来，我现在就跟你成亲拜堂。他说着，居然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只贴着符箓的母鸡出来。他这是当我真瞎看不到，让我一个堂堂正常的男人和一只母鸡拜堂成亲入洞房啊！我万万没想到是我刚才看走眼了，这个王程程比小时候更狠毒更坏，竟然让我和母鸡结婚，这分明是结处婚呀！一旦我真的和这只畜生拜堂了，那么按照一夫一妻制来说，我就不可能再和他们18个之中的任何一个结婚了。他这是早有预谋的要诚心的害死我呀！难道我在他眼里连一只畜生都不如吗？一种屈辱感瞬间让我心中愤怒而冰凉。其他17个女孩也全部神色吃惊，但是很快她们的脸色就变成了期待，她们竟然还期待我和一只母鸡拜堂。18哥哥，来，我扶你，来当你的眼睛，那你就再也不会摔跤了。走，和我进来拜堂吧。王程程那好心的嘴脸，甚至他已经露出一丝奸计得逞的兴奋。我这双没瞎的眼睛可是看了个一清二楚，可是我不能当面戳穿他，因为我还得装瞎。我被王程程好心的扶进了屋，不过他这点伎俩在我眼中压根就是小儿科，完全就是班门弄斧。这种符箓控制母鸡的道术，简直是太容易被破了。我不经意的用手指对着母鸡一点，顿时一丝阳气从我手指射出，一下子就打在了母鸡头上。母鸡霎时张开翅膀，咯吱咯吱的乱叫扑腾起来，也吓了王程程一跳，把他一下子弄得手忙脚乱。哪来的鸡叫？我心中冷笑，表面上顺势疑惑的问了一句：18哥，你听错了，没有鸡叫。王程程急忙捂住了母鸡，可我刚才那一下已经把这母鸡给打痛了，所以他扑腾着挣脱了王程程的束缚，咯咯咯的跑远了。王程程气得直跺脚，神色也很疑惑，似乎不明白刚才还好端端的母鸡怎么会突然暴走了，这不是鸡叫吗？我又问，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一只母鸡，我已经把它赶走了，已经没事了。王程程当着我的面睁眼说瞎话，我哦了一声，顺势抓住他的手腕，那我们进去拜堂吧。王程程顿时慌张了，本能的挣脱我的手，可我用力抓着他，一个女人一时间也挣脱不了。别耽误时间了，我们进去拜堂。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就想到了小时候他欺负我的模样，我心中爽快，我今天非要硬拽着他进去。龙18，你给我放手，谁要和你一个瞎子进去拜堂成亲啊？王程程终于露出本来的面目，对我怒目而视，刚才那种小家碧玉也没了。突然的变故让看热闹的柳如烟和其他人都很意外，我装作很惊讶，王程程，你刚才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？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嫁给你了？你眼睛瞎了？现在连耳朵也要聋了吗？快放手！王程程泼妇一样的用手打我，打得我生疼，我只能放开他。王程程一脸戏谑盯着我，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要我嫁给你？好，我可以嫁给你，你先跪下来求我。跪下来这3个字犹如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我脸上。其他17个女的也好像女王一样戏谑着说道：跪啊，你不是让我们嫁给你吗？跪下我们就嫁给你。我心头震怒，原本我还想他和我结婚之后，以我龙子的身份可以让他家更加顺风顺水，可现在他这番话算是直接拒绝了往后无尽的财富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。王程程，你别忘记了，没有我的龙血，你们能有今天？一旦我要是死了，你们就等着家道中落，家破人亡吧。既然已经撕破脸皮了，我也不客气起来。王程程脸上戏谑的表情变换了一下，显然他也知道这种因果关系，只是很快王程程冷笑一声，不以为然冷哼道：你别唬我，我王家现在已经资产上亿了，想要我们家家道中落，那得多难？还有所谓因果循环，你说的没错，没有你的龙血，我们是都没有今天。那我现在把你的龙血还给你，不就可以了却这段因果了？说着他就信誓旦旦地从他包里拿出一个袋子出来，嫌弃的直接丢在了我身上。我下意识低头一看，只见袋子里装着一片带血的7度空间，我顿时被当头棒喝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当初给他们的可是可以转运的珍贵龙血，换回来的竟是他们排泄的姨妈血，顿时一种无尽的屈辱感让我瞬间气炸。而其他17个女的纷纷从包里面把早就装好的7度空间给拿了出来，然后一窝蜂的全部砸在我身上。原来他们全部都是有备而来，这18个袋子好像18把刀无情的砍在我身上。龙18，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把你的龙血收起来呀！他可是瞎子，所以看不到啊！我见状气得浑身颤抖，面对屈辱我最终没忍住，流下了我人生中第12次眼泪。不过很快我就冷笑了起来，因为我已经发现他们印堂的位置已经开始发暗了，这是要开始走霉运的征兆。恐怕今晚不只是我活不过，他们也和我一样，命数快到了尽头了，他们竟然还在沾沾自喜。特别是王程程似乎觉得这样真能了却了因果，他疯了。他们满脸嘲笑，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已经要大祸临头了。这时候我下意识抬头一看，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漆漆的天空上已经乌云密布了。莫非龙王知道没有凤女愿意嫁给我，
所以要过来吃了我。我低头看着手中师傅给的锦囊，师傅说也许能够保我一命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打开的时候，师傅正好从外面回来，他目光朝我看来，示意我打开锦囊。我下意识点头打开锦囊一看，没想到里面是一张红色的纸，拿出来才发现居然是一张婚书，一边是我的生辰八字，而另外一边竟然是一个奉命的生辰八字。但是下一刻我就懵了，因为这个生辰八字正是我师傅的。我这时才明白过来，刚才师傅为什么说别嫌弃他了。王成成是道术师，第一眼就看出我手中拿的是婚书。既然江大师已经给龙18找到第19个凤女了，那肯定就没我们什么事了，也不关我们事了。其他女人听闻惊讶的不行，不会吧，真有人愿意嫁给一个瞎子？王成成幸灾乐祸的走过来，在我耳边道：我已经看到你的婚书了，是和你师傅对不对？我告诉你一个我学道术之后的秘密，你师傅他呀可不是人哦，我祝你冥婚快乐。王成成丢下一句诅咒后，压根不想再多待一秒，转身就要走。他就是断定我还是活不过今晚，只是他走的时候还特意看了我师傅一眼，而我耳边一直回响着可不是人这句话。不过我并没有一丝恐惧，也没有一丝意外，因为我小时候就知道了，龙18竟然真的有人愿意跟你结婚。不过可惜了，明天就要守活寡了。其他女人也开始冷嘲热讽，纷纷想要离开，她们也是断定我会死。可是她们不知道的是，从今晚开始死的人也许是她们自己。慢着！我师傅这时候冷冷开口，率先离开的王成成转过身来不悦道：江大师，你还有事吗？龙18都已经找到老婆了，就别再祸害我们了吧。老婆这2个字他还特意提高了音调，其他女人表情也十分不爽。师傅指着地上带血的袋子痛斥道：把你们的垃圾通通带走，用姨妈血充当珍贵的龙血，茅坑里抓把屎就能充当黄金，你们是有多缺德？王成成气得面红耳赤，其他女人也脸都羞红了，毕竟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最终他们碍于我师傅的威严，只能灰头土脸的过来，自己都嫌弃的捡起属于自己的袋子，灰溜溜的离开了。之后师傅便不再跟他们计较，而是朝我走了过来。我回过神来，师傅，婚书的事我想问个清楚。师傅严肃说道：你想什么呢？我可是你师傅，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。另外我要你。师傅话还没说完，天空就突然一道惊雷打了下来，接下来就是狂风大作，倾盆大雨。我瞬间就觉得浑身汗毛都要竖了起来了。这是龙王要来了吗？师傅双眼微眯，露出凝重，立马拉着我往屋子里跑。我下意识问他应该怎么办，因为对于这个一直要吃我的龙王来说，我有着天生的恐惧感。要知道那可是我亲爹啊，可他居然因为我是他的私生子就要吃了我，而且还追杀了我18年之久。到了房里，师傅关上了大门，然后就严肃地对我说：别慌，我们2个现在就拜堂成亲。我当场直接愣住了，师傅竟然让我和他成亲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，想什么呢？要想我以奉命护你1年，你我就必须要拜堂成亲。我方才回过神来，18年前我就是同时和18个女孩拜堂了，所以我才活下来了。师傅快速地换上了新娘的衣服，然后拉着我拜了3拜，成亲仪式就算是完成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仪式刚一完成，我就有种心中安定的感觉，看来我师傅已经开始用他的奉命来护住我了。师傅站起身来看着我，给我一滴你的龙血。我闻言急忙咬破自己的手指，或许是因为太紧张了，所以我把自己手指咬破了一个大口，鲜血直流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师傅直接走了过来，把我的手指塞进他嘴里。我浑身一颤，心中想着这动作也太暧昧了吧。然后我师傅用纱布给我包扎好，我就这样愣愣的待着。如此一来，师傅体内也有我的龙血了。而师傅已经在大门门缝看了看，眼神更加凝重。毕竟此刻外面打雷下雨的声音可谓是大的吓人，甚至隐约中还听到了龙吟的声音。果然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，就是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度过今晚。师傅喃喃自语了一声，紧接着转头看向我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和我进洞房？我啊了一声，难以置信。洞房啊？怎么还不进来？师傅在里面催促的声音传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咬着牙走了进去，看着师傅妙曼的背影，心里面争斗了半天，才敢伸出颤抖的双手，往我师傅盈盈一握的细腰拢去。师傅娇躯一颤，不自主向旁边躲了一下，目光闪动不已。过了良久，最终他似乎下了什么决心，甚至还叹了口气，哎，如今你命气已开，不比18年前了。如果还是和你小时候一样，只是拜堂成亲的话，肯定是不行了。所以你我今天还是把房给动了吧。洞房之后，龙凤结合，这样我才能彻底的保护你。说完，师傅转过身来，伸手开始解他上衣的纽扣，同时把灯一关，灰暗下一道妙曼的身影徐徐的就往我这边走了过来，躺下脱衣，闭眼别动，我来。我望着我师傅的红唇徐徐的往我靠近，我忍不住心想，被这样的嘴唇亲一下应该很美好吧。竟不知不觉中缓缓的闭上了眼睛，我忐忑不安，很紧张，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席卷我。这一刻我很想拒绝，可是身体却不听我的大脑使唤，我被师傅压在身下动弹不得，同时我心中又有一丝期待，竟然不争气的冒了出来。可是等了10多秒，我都没感觉到什么。我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就看到师傅绝美的脸庞，他几乎要亲到我了，可他却是一脸的纠结与挣扎。我有夫君的。沉默半晌，我师傅轻声说道。我浑身一震，满脸震惊。我知道师傅是鬼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死了多久了，更加不知道他竟然在生前结过婚。眼看气氛越发尴尬，我竟鬼使神差的说出一句：师傅，我不介意今天和你结婚，我已经违背了3从4德，已经给我夫君蒙羞了，我绝对不能再做对不起我夫君的事。说完，他眼神更加坚定，迅速起身后退了几步，和我保持应有的距离。师傅接着说道：好在今日我已经可以用奉命护你了，但是我并没有和你龙凤结合，导致龙王还是会在今晚过来取你性命。我回过神来问师傅应该怎么办。师傅看着我说：18
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真做不到。我急忙摇头，师傅你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那个狠心龙王爹的错。师傅沉默下来，随即走出了房间，没过多久就拿着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纸人进来了，然后示意我把衣服脱下来。我自然明白他的意思，急忙脱下新郎服穿在了纸人身上。紧接着师傅吹出一口气，就见那纸人跟活过来一般，让我都有一种看到双胞胎的感觉。只是我师傅这口气吹出来，脸色就苍白了很多，下一刻就变成了一块白色的古朴玉佩。同时师傅的声音从玉佩中传来，你虽说不是把我八抬大轿明媒正娶进门的，可在这1年之内，3从4德我依旧会遵守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会一直跟着你。另外我会夫唱妇随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，而且我尽量不在外人面前出现。只是1年之后，你一定得写休书，休了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想着1年之后我也不会后悔什么，不就是写休书吗？随便写都行。师傅见我点头说道，那还不带我离开？我回过神来，耳边是外面恐怖的嗡嗡声，我急忙轻轻地拿住了玉佩，问我师傅去哪里。按照这些年18奉护你的规矩，今年1年你得待在我家，这样我才能护你。我在市区有个店，先去那边。我闻言点头，把玉佩放进口袋里，然后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快速冒雨跑了出去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到了一声龙王的怒吼声，随即就是轰的一声。我下意识转头一看，远处火光冲天，带着无尽的怒气，就看见我师傅的家没了。龙王真的出现了，一股无法形容的压迫感瞬间席卷而来。刚才如果不跑，我肯定死的连渣都不剩了。此刻我只觉心惊胆战，背后直流冷汗。我死死盯着家的方向，一刹那，我紧紧地握紧了拳头，希望师傅的纸人已经瞒天过海了。我心中期望着，可同时我又觉得迷茫了。我以为我像狗一样的已经躲避了18年了，今天就是一切苦日子的结束之日。可现在看来，如今到我19岁了，却还要继续躲藏着生活。19岁如果顺利活下来了，那20岁、21岁呢？难道我往后每年都要找一个奉命的女人结婚才能继续活下去吗？这时师傅的声音响起，要想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，唯有灭了龙王。我闻言顿时目光如炬，我不要一辈子都活在他的阴影和追杀之下，我这辈子要活得光明正大。师傅，今天开始我们2个要相依为命了吗？沉默片刻之后，师傅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我们2个不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吗？还有从今天开始，白天你是我徒弟，晚上你是我夫君。师傅这话把我说愣了，白天是他徒弟很好理解，可晚上是他夫君，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他已经默许我晚上和他洞房了吗？只是之前是白天所以不允许吗？师傅，现在好像就是晚上了。夫君就这？我是不是想多了？夫君先去我店里，你我得先活下来。我师傅的声音再次响起。我打了辆车到了师傅开的店铺后，麻利的打扫了一下，一看时间已经是早上6、7点了，我索性就把算卦的招牌给挂了出去。就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，却见一股白气从我身上冒出，下一刻师傅出现在我面前说道，有生意上门了。我神色一动，立马坐了起来。不过我师傅看了我一眼，接着道，上门的是王程程。我顿时火冒3丈，不过我心中冷笑，昨晚我就看出他们18个女人要出事了，显然王程程已经感觉到了危险了，看来该我报复的机会来了。这时师傅一翻手，手里面就好像变戏法一样的变出一个人皮面具出来，他抛给我说道，别忘了昨晚你已经死了。闻言我也没犹豫的直接戴上了，很合适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破绽。很快一脸慌张的王程程就跑进了店里，李大师救命啊！王程程此刻命宫满脸死气，说明他背信弃义的报应要来了。看到他慌张的样子，我心中别提多爽了。我师傅坐在垂帘后，而我果断的走了出来。此刻我戴着人皮面具是其他男人的面容，自然不怕被他认出来。王程程只是往我身上扫视了一眼，虽然有那么一点疑惑，但是还是没有认出我来。王程程跑到了垂帘前，急忙开口，我从昨晚开始就感觉好像被人给盯上了，求李大师给我算算我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背信弃义，如今已经死到临头了。他的声音变化了一点，很粗犷。王程程闻言顿时脸都吓白了，不会吧？怎么会这样？突然他眼珠子转了转，似乎终于想到了我，急忙说道，李大师，是这样的，我爸妈年轻时被人蒙骗了，让我和一个臭瞎子稀里糊涂的有了婚约。昨天那个臭瞎子居然还非要我按照婚约嫁给他，我当然不愿意啊，要知道我可是受害者呀，该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才让我大难临头的吧？对，就是这件事。师傅的声音顿时冷漠了一分。闻言，王程程立马红着脸咒骂道，龙18，你就是一个害人精，你死了都不放过我是吗？只是他很快脸又白了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李大师，你就救我呀！真要我救你，那你现在去陪我徒弟睡一觉，睡完了我就救你。王程程闻言顿时傻眼了，别说他傻眼，就连我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照理说我和我师傅结婚了，他遵守妇道，我也得遵守难得呀，他还给我谋福利，这是要弄哪出？李大师你别这样啊，我都不认识他，怎么和他睡觉啊？王程程惊慌失落回复道，不睡就算了，我又没勉强你，你现在就可以走。垂帘后的师傅冲我摇了摇头，这时王程程目光下意识看着我，眼神十分纠结，他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更大的危机，然后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王程程哭着就朝我跑了过来，拉着我的手就要往内堂跑。他最终选择了妥协，用睡觉来救他自己，而我却是一动不动。王程程急得直跺脚，我实在不理解，压低声音问道，师傅，你这么做好像不妥吧？在我们那个年代，3妻4妾是标配，我作为正室是必须要给夫君亲自挑选小妾偏房的。我现在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，况且今晚本来你就应该洞房的。我师父声音传入我耳中，我顿时内心十分震惊，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王程程就用力的把我拉进了内堂，然后拼命的脱我的衣服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我们2个今天睡了也是逼不得已，明天就会过去。我完全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要知道他情愿和我这个陌生人睡觉，都不愿意嫁给我。王程程说着就流着眼泪开始亲我，闻着王程程香甜的口水，我却没有半点动心，只觉得恶心。于是我奋力一把
推开了他。王程程见状急得不行，眼泪直流，立马又主动凑了过来。我心中冷笑，他要是知道此刻他主动亲的人是他十分讨厌的龙18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我冷笑着再次推开了他。王程程开始解自己的衣服，露出他完美的身材。求求你，你别拒绝我！我冷冷一声，我有残疾。王程程想都没想的回了一句，我不介意。闻言我顿时觉得一阵心寒，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有残疾他都不介意，还愿意睡觉。可到了我这边，我装瞎成残疾，他就介意了。没想到竟是如此的双标。王程程似乎已经怕死到了极致，竟又凑了过来。怎么你今天这么下贱？看你的样子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吗？我冷笑一声。王程程愣住了，眼泪哗哗的直流。他从没受过这样的侮辱，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却是惊掉了我的下巴。我王程程下贱好了吧？那你到底想要我怎样，你才愿意和我一起睡觉呀？面具下我的双眼死死盯着他。你先跪下和我说话。王程程闻言震惊了，他眼含热泪，可下一秒竟真的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。我冷冷的看着王程程此刻的所作所为，冷笑一声从内堂走了出去。师傅看我走出来，目光中有那么一丝惊讶，是不是太紧张了？照理说按你面相上看，你鼻梁挺翘，不应该这么快啊，怎么3分钟都不到就结束了？我顿时涨红了脸，急忙摇头说我没有碰他。我师傅一怔，没碰他，是嫌弃我给你选择的小妾不好吗？我摇头说当然不是了。我师傅重新看了我一眼，那你打算怎么拿回他体内的龙血？我这才恍然明白过来，原来师傅刚才的意思是让我取回龙血啊，只是我实在无法接受这种方法。想了一下后，我问能不能硬抢，师傅说到最好是他们自愿。闻言我无语了，可我要是被他们逼上绝路，那我就要直接抢了。这时候王程程红着眼睛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失魂落魄低着头不说话，被人拒绝就哭了。你拒绝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是不是也要哭？师傅看了他一眼，王程程一脸茫然，你最近这3天就先待在我这里。师傅说出了让我无奈的话，不过也只能这样了，不然这3天之内如果出事，那就麻烦了。王程程一听顿时喜极而泣，真的吗？那谢谢李大师，睡的地方随便，不过仅限于地上。我师傅说完就转身回房间里了。王程程似乎刚才被我吓坏了，躲我躲得远远的。当我走进房间时，竟看到师傅他正在为我铺床。师傅见我进来了问道，需要我暖床吗？我回过神来急忙摇头，师傅你别对我这么好。师傅却显得十分平静，这是我做妻子应该做的，过来睡。我只好过去僵硬的躺下，师傅走过来还帮我盖好被子，我连忙说我有手，这和有手没手没关系，我那个年代妻子都会这么做，有事就叫我。师傅说完就重新变化成了一块玉佩。望着店里唯一的房间，我心中有些无奈，这到底算不算夫妻同居呢？这娶老婆和没娶老婆好像区别不大呀。我只能默默的独自睡觉，而王程程还真就找了一个墙角老老实实的躺在地上睡着了，脸上依旧还有泪痕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精神抖擞的把门打开，希望今天生意兴隆，毕竟长久没生意，那我和师傅怎么度过这一年？我吃完早餐没几分钟，一个30多岁穿着职业装的女人就走了进来。我一眼就看出她命宫的位置十分暗沉，甚至还带着几分阴气，这多半是撞邪了。女人询问李大师在不在，我平静说道我是他徒弟，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我不是找你，我是来找李大师的。你要知道，一般的人压根就解决不了我们公司的问题。女人摇了摇头，十分的不信任我。我直接开门见山的回了一句，你们公司撞邪的事情并不是多大的事，不用麻烦我师傅了，我可以解决。